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这点咱备办心来准备今日的敬拜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堪得受荣光、尊贵、冠荣，因为你捌创造万物，万物之地，万物受创造，拢是对你的旨意。这点咱三角灵圣诗，圣诗20首，圣诗20首，圣父上帝踮天顶，圣父上帝踮天顶，管理宇宙出命令，人类历史上改变。阮的生活快变迁一代过了一代，主做阮徛起所在。这点咱三角起立来吟。是。
咱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，咱一声来念：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后胎，对食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做阴府。第三日对上中国上天，感谢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甲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即点咱三个来启用，今仔要启用的所在记载伫启用文34篇，启用文34篇，也就是记载伫诗篇146篇。启用文34篇，现着咱三个来启用，要称赞上主。我心中要称赞上主，我一生要称赞上主。我的日子拢要称赞我的上帝。毋通瓦靠君王，毋通瓦靠会死的人，因为当防灾。因一个断气就归途。因计划一日靠雅各的上帝帮助的人真有福气。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恩望。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万物。伊永远信实。伊为着是冤屈的人伸冤。伊赐条命予夭折的人。上主讨放上冤家的人。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。上主疼惜人。上主保护厝下人，伊扶持孤儿寡妇。上主会永远做王。要称赞上主。即点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君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你过去的日子，你保守看顾阮，互阮搁一摆组织伫你的圣殿来做伙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阮日常生活中倚靠的力量。有时阵，阮会拄着艰难甲困苦，不过你拢要甲阮同在，因为你的恩典充满伫阮的生命当中。你是阮最大的安慰甲盼望，也是阮勇气的来源，互阮得到十足的平安。阮要安尼，因为献上阮的感谢。亲爱的主，伫阮过去的日子，阮有时拄着软弱，因为阮的手、骹、目睭甲心思，有时会犯罪、滑倒，甚至得罪了你，无活出你所欢喜的款式。求主你怜悯阮，赦免阮的罪过，也恳求你用你的保惠洗净阮，除去一切的不义，使我阮一粒清气的心、定心伫阮内面建立正直的灵，帮助阮远离罪恶，互阮伫信靠中得到你赦罪的恩典，互阮搁较谦卑顺服，互阮行伫你的光中来遵行你的旨意。主啊，阮也感谢你的保守甲带领。伫顶主日，阮所举行的野外礼拜，去到龙潭的所在，一切拢会当平安。除了你赐互阮真好的天气以外，阮也欣赏着你创造的大自然。阮也透过啉食甲活动，互阮教会兄弟姊妹有真好的交陪，来见证你的疼甲恩典。也求主你继续赐福阮的教会，互未来的日子更较紧密来跟对你。主啊，
我若要为着今仔日要召开的小会甲中职会来祈祷，求主你的圣神引带，互你所拣出来的同工有智慧，来为着教会的事工，甲未来要行的方向来讨论甲做决策，来做出合你心意的决定，而且带领教会行出你所批判的道路，你一切事顶悬拢来荣耀你的名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圣歌题来献诗。心
今天咱来讲述上帝的话，兼咧看经册，记载伫新约马太有两位吼。第一位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甲15节，第二位是马可福音第9章第29、第8节。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甲15节，记载伫和合本第7页，白话汉语本是第6页，现代中文译本是第9页。现在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，所以恁着安尼祈祷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恁若赦免人的过失，恁的天父也要安尼赦免恁。恁若无赦免人的过失，恁的爸也无要赦免恁的过失。第二位记载伫马可福音第9章第20到第8节。马可福音第9章第20到第8节，和本是60页，白话汉语本是50页，现代中文译本是71页。过6日，耶稣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另外带因爬上关山，敢若因甲伊伫地，当因的面前形状变换，伊的衫灿烂极其白，世间漂泊的袂会予伊跌到安尼。有以利亚甲摩西对因显现，甲耶稣讲话。彼得对耶稣讲：“拉比，咱一只真好，咱来搭3间寮啊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”是伊毋知着怎样讲，因为因真惊，就有魂答应，阁有声对魂来出，讲：“即个是我疼的囝，恁着听伊。”因忽然四界看，无看见一人，只有耶稣甲因伫遐那定。以上下面讲到，今仔日牧师要讲的题目是国度完变荣耀，咱请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已经连续到伫今仔日这个主日第6个主日，咱做伙来思考耶稣教示咱的祈祷文对咱的意义。今仔日到伫主祷文的最后，咱耶稣教咱爱祈祷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最后一句，所以咱搁一遍要来思考，即句祈祷词到底互咱对伫信仰有啥物无共款的体会？即句祈祷为虾米是咱祈祷中间非常重要？重要到讲耶稣教咱知影写文章，对一开始前言、内容，搁来咧结论。即句话会当讲是咱祈祷上重要的一个结论。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进前，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，充满权能、疼痛。慈悲、公义的主上帝，愿用感恩的心自执，愿也用刻薄的心来领受你爱阮学习的道理。但是，阮特别恳求主你的圣神会当带领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对伫主你的话。会当搁较深来明白主理，也会当了解到你甲阮的关系是对伫阮的性命是偌重要。所以，愿恳求上帝你带领阮的心思意念，
互阮无论分享的，也是听的，都会当平平对伫主你的话来得到利益，来得到造就，愿将以下讲道的时间交托主你亲自引带。我哋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以今仔日，咱做伙来思考耶稣教咱的祈祷，到伫最后，耶稣爱咱祈祷讲，因为国权能眼光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即句话对咱的意义，为什么咱爱安尼来祈祷？可能咱伫礼拜中间。咱拢发现着，伫礼拜要结束以前，有上映，咱透过诗歌，咱上赞上帝的眼光疼痛，伊的公义，甲三位一体，伫咱生命的逐所在，怎样影响着咱？怎样带领咱？上言原来的意思就是归荣光互上帝。上言原本的意思就是归荣光互上帝。伫礼拜中间，咱为着上帝的大快乐，伊无限的权柄，伊的荣光，咱学到伊。咱也透过上言表达咱因为这个上帝的美好，咱确信上帝会按照伊的旨意来回应咱所恳求的，因为伊有充满快乐，伊的权柄遮尔大，伊是荣光的主，所以。伊会照伊的旨意，根据伊的听来回应咱所求的一切。咱爱知影，上帝应答咱的祈祷，毋是在伫咱人祈祷的时阵，咱祈祷的讲的话是偌优美。偌水，有时阵常常咱伫教会内底，咱邀请一位兄弟也是姊妹来祈祷，有时阵会听到安尼的讲法。伊讲牧师啊，我口才歹；牧师啊，我圣经读还袂透。卖啦。但是咱爱知影。耶稣教咱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啥物意思？毋是咱人的荣光，毋是咱人偌高，是上帝的权能，上帝的疼痛。所以，伊应答咱的祈祷，毋是在于人的祈祷，文字讲话偌优美、偌水。用词偌深，拢毋是，甚至上帝应答咱的祈祷，是照伊的意思，照伊无限的智慧，毋是在伫咱人所想所爱，所以无一定上帝应答咱的祈祷是根据人需要。迫切到什么程度？有时阵咱想讲一定爱，想讲咱基督徒，咱在座有做过兵的就知影，咱抽口啊进前，敢毋是嘛迫切祈祷，讲莫抽着金门，莫抽着马祖，莫抽着平湖，还是莫抽着野战部队。
但是咧，抽落有时阵，甲咱想的无共款。咱迫切祈祷啊，但是上帝成全是无共款。当然也无属于当阵抽落，哇，抽着袂歹的所在，哦，伫中华、伫鹿港，哦，就留伫个所在。但是上帝应答咱的祈祷，毋是因为你迫切求，你比人更较迫切求，上帝就照咱的意思有求必应，毋是，甚至上帝回应咱的祈祷，嘛无拄拄决定在伫咱个人个性偌好，品格偌好，毋是咱的祈祷得到上帝应答。当然，耶稣教咱爱祈祷，耶稣爱咱伫上帝的面前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伊，这拢是咱面对上帝的时阵所必要的。你若讲啊，上帝旨意拢会成，所以咧，我莫祈祷啦，马马虎虎就好啦。上帝会照伊美好的旨意，上帝遮尔疼我，你若用即款做理由，你连祈祷的动力拢无。你想讲上帝疼我，上帝照我心内所想的来做是理所当然，想当然尔，当然往往即款马马虎虎的态度、信仰态度，咱知影这也毋是主耶稣基督教咱的。但是祈祷得到上帝应答，完全是照着上帝的意思。所以以赛亚书55章第9节，常常咱就一直提醒咱，就是上帝的道路关过咱的道路，上帝的意念关过咱的意念。咱知影上帝的智慧超过咱有限的智慧，有时阵咱感觉好的，咱感觉上好的，无拄拄伫上帝的计划内底是上好的。有时阵咱发现啊，哪会上帝回应是互咱好，亲像人看是无好，但是当咱行过了后，才发现讲上帝的意念真正上美好，上帝的旨意上美好。咱有地理专家在倒位？哦，玉山啦，哈，玉山，台湾上悬的玉山。当然我嘛看袂出来，为什么这是玉山？但是相片下骹的说明，这是玉山。留意下这，对伫咱基督徒的祈祷，有一句话是咱真正爱会记一个。这句话是讲，焦点毋是咱，焦点是上帝。焦点祈祷的焦点毋是咱家己，焦点是上帝。为什么？当咱拜托别人做代志的时阵，对方敢愿意照咱的意思来做，这是对方的决定，对无？当咱拜托别人帮忙咱，伊敢做会到，这是在伫咱，也是在伫对方。当然是伊啊！哦，想讲咱有时阵需要人帮忙教我电脑，我电脑袂晓操作，啊，对方咧，啊，对方若甲你共款是电脑白痴，安尼你拜托对方，对方做袂来啊！对方甲你讲，我嘛袂晓啊。对无？咱想到讲，安尼咱祈祷咧，咱向上帝祈祷，焦点是在伫倒位？咱知影上帝权能遮尔大，咱知影上帝的疼是关过人疼人所做会出来的。
咱知影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所以咧，咱恳求上帝。所以祈祷的焦点，敢是咱家己？毋是，焦点毋是咱，焦点是上帝。所以咱祈祷，耶稣教咱向天父祈祷，是用上言来做结束。这意思是啥物？当然，咱恳求上帝，咱有真侪欠缺，咱有咱所要恳切来求的。当然，这一定甲咱本身有关系，对无？但是当咱伫祈祷最后，亲像耶稣教咱的，咱归荣光互上帝，咱用上言来总结、来结束。这就是伫咱甲上帝祈祷的中间，对自我中心来扭转来，由来上帝做中心，上帝做焦点。所以咱讲愿主之意得成，为什么？也是耶稣所甲咱教的，毋是我的意思，是你的意思。当耶稣对天父来恳求的时阵，照你的意思，毋是照我的意思。这拢是爱咱伫祈祷的过程中间，无错，咱足关心咱家己，甚至有时阵咱迫切为着别人来祈祷，但是真容易就是自我做中心，自我做中心。但是祈祷到最后，咱总是爱将这个焦点搁一遍放伫上帝，因为是上帝的权能、上帝的智慧、上帝的听来成全、来回应、来改变。所以上言敢有重要？所以为什么咱主日礼拜最后拢爱吟上言的诗？就是表达出咱做伙来表达愿主之意得成，愿主之意得成，互上帝这个大权能充满疼痛、充满智慧的上帝来接你，伊来引带咱，伊来改变。伊来带咱做伙改变，上时也是伫祈祷的中间，咱通经验到上帝的大气力，经验到伊的权能、伊的荣光。所以伫祈祷的最后，咱用荣光上帝、归荣光上帝做结束。也是互咱得到一个提醒，提醒就是面对问题，毋是咱家己的面对，咱无遐高，咱无遐高，是咱有上帝，咱有上帝陪伴咱做伙来面对，咱有上帝扶持咱，咱无气力的时阵，是上帝扶持咱，咱。对头前的路无用的时阵，是有上帝迄引带，所以伫祈祷中间，咱用上言归荣光，互上帝来做结束，是互咱得到勇气，互咱有信心、有耐心，来向前行，来面对现实生活、现实生活的挑战。实际上，亲像咱所读到第二段
的圣经，每一遍，当咱基督徒拄着信心的试炼甲挑战的时阵，其实只要你有耐心，只要你愿意安静来敲吹，来感受。当咱拄着信心的危机，当咱面对着生活中间的挑战，甚至是试炼的时阵，上帝往往就是迄当阵，互咱会当经验着伊的大权能甲气力。我亲像常常咱听见咱兄弟姊妹会伫信仰经历的分享。拢会讲到，迄当阵当然会烦恼会惊，但是行过了后，回头来看，看到上帝的权能甲伊的荣光来出现，亲像咱多多所读马可福音的经文内底，当耶稣向伊的门徒来预言，伊要死伫十字架顶面。了后，当然遮个门徒会烦恼、会伤心、会惊吓。当然，因为遮个门徒是放弃因本来所有的一切来跟对耶稣。结果咧，到第一天，耶稣突然甲遮个门徒讲：我要死的日子到啊！当然，遮个门徒会拄着信心的危机，会感觉讲啊，耶稣啊，阮放弃阮本来的生活来跟对你，啊，为什么到后来好亲像拢变做空空？所以咧，耶稣带领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三大弟子。到伫山顶，然后耶稣改变伊的形象，互这三个门徒上有代表性的三个门徒，通经验到哇，耶稣的荣光是遮尔啊大，互因会当亲自来经验到。这就是这三个门徒会当到后来伫初代教会面对着迫害，面对着基督徒早期所经历着迄个困难的处境、困难的情形下面，因这三个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三个门徒，成做初代教会的中流砥柱，因为因有经历过伫信心危机的时阵，因捌经历过伫挑战、面对挑战的上时，因看到主耶稣的荣光甲权能，因甲上帝相拄。你下这三个门徒，到后来，因也看到耶稣的国话，看到圣囝耶稣展现了上帝的气力甲权能，佮透过四个话来赢过世上一切的邪恶势力。这三个门徒，甲侪其他的基督徒，就是咱基督徒、基督教会伫过去这2000年以来，会当持续有仰望的原因，因为耶稣四个话，这真做咱仰望的来源。所以咱通讲，咱
因为主耶稣基督，咱有永远的生命。常常，咱伫礼拜中间会讲到永远的生命，咱一定要提醒咱家己，永远是什么？永远是什么？对40外当前流行歌就会问讲，永远是什么？是这上耶稣应允咱的永远的生命，好亲像毋是长度吼，毋是伫咱世间日子的长短吼，是咱生命的品质。当咱知影活咧无过是我家己，面对困难、面对挑战的毋是我家己，我有一个比我更较有关联，比我更较有气力，比我更较有智慧，就是上帝甲我徛做伙。我想，咱活每一天的日子，咱拢是用无共款的态度，因为咱知影，即马活的无过是我，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的。当我悲伤的时阵，主耶稣基督甲我做伙流目屎；当我受气的时阵，主耶稣基督伫我的内面，伫遐安慰我，伫遐讲你毋免紧张。当我心中有歹意念的时阵，当咱发现这项代志是毋好的时阵，咱知影主耶稣基督，伊伫遐去改变咱，伊伫遐提醒咱，伊伫遐甲咱讲：你毋免烦恼，你毋免惊遮个世俗的压力、人情的压力，甚至是歹人的威胁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伫我的内面活着。我也活伫伊的内面，咱大大听到圣歌队学乐的诗歌，因为伊因我，因他活着，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；因他活着，不再惧怕。这真下伫今仔日的圣经信息，因为主耶稣搁我，所以咧，咱知影，咱军队伊，咱通面对明仔载。咱军队主耶稣，伊听咱，伊看顾咱，伊保护咱，咱无搁有惊吓。落去兄弟，耶稣教咱的祈祷文。爱咱亲像安尼来祈祷，因为咱恳求上帝伫祈祷的中间，咱求上帝，互咱伫生活的中间，咱做任何的代志，咱知影这拢是要归因归乎上帝，所以咱愿意去做这个好。咱知影，咱做任何的代志，拢爱用归因归乎上帝。所以，咱知影无好的事，袂当用归上帝的事，咱就莫去做。咱伫祈祷的中间，求上帝，互咱的生命，真做有上帝的临在甲掌权。咱的生活就是活伫上帝国的中间，所以咱知影掌权的是啥物？掌权的是上帝，掌权的毋是任何一个人。人有可能犯错，人的气力有限，人是会改变的，但是上帝的应允是袂改变。上帝的听甲公义是袂改变。咱知影，咱生活的根据是啥物？咱伫祈祷的中间，咱也求上帝的旨意，伫咱的心上
来成全，也通过咱来成全。所以咱知影，上帝的旨意上美好，上帝的美好的旨意会伫咱的心上来成全，也通过咱来成全。所以目前可能你对你目前的生活毋是真满意，可能你感觉我的生活中间难免会有问题，但是爱知影上帝有伊的旨意，但是上帝也爱咱，爱通过咱来互伊的旨意成全，通过咱。所以咧，咱嘛袂当讲安尼，我既然安尼哇，我感觉马马虎虎通过就好，无，伊是会透过咱来成全伊的旨意，伊的旨意是关过咱的意思。所以当咱伫圣经读到圣经的信息，甲咱讲，咱目前爱改变，咱也爱知影上帝的旨意关过咱的意思。咱需要因为上帝的旨意，咱也爱来改变咱家己，至少愿意来改变。咱伫祈祷的中间，咱求上帝供给咱的欠缺，因为咱知影上帝是丰丰富富的上帝，上帝会透过伊的方式，互咱的欠缺得到补助。咱伫祈祷的中间，咱也恳求上帝爱赦免咱，也互咱通得到赦免别人的亏难。伫祈祷的中间，咱也求上帝保护咱，互咱免得入伫试，免得拄着试探，免得面对着邪恶的势力。就算面对着试探，面对着邪恶的势力，咱知影上帝会救咱，上帝会帮助咱面对试探，面对邪恶的势力。所以咱用阿门来结束咱每一遍的祈祷。什么是阿门？来讲我心所愿。但是更较重要的，伫解说主祷文的时阵，宗教改革的先锋神学家马丁路德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上重要的一个神学家马丁路德，伊有指出阿门。当咱基督徒祈祷，咱讲阿门。咱做声讲阿门，就是表明是上帝要成全，是上帝要成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咱祈祷的时阵用阿门来做结束，因为咱确信上帝伊会回应咱的恳求。咱祈祷用阿门来结束，也表示上帝的成全，上帝要成全，表明是上帝迄成全，是上帝要成全，是上帝照伊的旨意来成全，是上帝根据伊的听甲公义来成全。所以，毋是咱的意思。是在伫上帝的旨意。留意下这，耶稣教示咱的祈祷文、主祷文，是真强，佮有真有力的祈祷。祈祷也是会当改变咱的生命，祈祷也会当提醒咱爱大声照着上帝的旨意来改变。所以，咱伫祈祷最后，咱讲阿门，这表明咱确信上帝一定会回应咱的祈祷，
上帝会照伊美好的旨意来成全上帝会照着伊的智慧、伊的气力、伊的权能、伊的意念来回应咱的祈祷。咱做伙按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出对疼阮，你爱阮，甲主你保持亲密的关系。你爱阮常常祈祷，你也爱阮常常伫主你的话的中间来学习。主啊，你遮尔疼阮，所以阮愿意每一遍甲主你亲近的中间，愿意照着你的旨意来改变阮家己。但是主啊，你知阮的气力有限，你知阮智慧也是有限，所以恳求上帝你，伫每一遍，愿透过祈祷、查经、灵修，来甲主你亲近的时阵，你的圣神伫阮内面来做工，互阮会当捌主你拿来拿亲，互阮也有更较大的信心甲勇气来实践你的话，阁会当伫生活的中间，用愿主你旨意得成的心来做每一项代志，因为阮知你的旨意一定会成全，你也会用你的方式来回应阮的祈祷，因为你有大眼光，你的智慧观过一切，你的旨意也比阮家己的意思更较美好。主啊，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改变阮，带领阮，伫阮面对试探甲挑战的时阵，也提醒阮爱照着你的旨意来行，也保护阮，无因为试探甲挑战来绊倒。恳求上帝你的旨意得成，愿安尼祈祷，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下面咱要进行圣餐。咱先来吟圣诗356首，圣诗356首，咱徛咧吟就会使，坐咧吟。
第4章。各位兄弟，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三角守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伫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耶稣讲：“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。”我要入去就近伊，来甲伊食，伊也甲我食。耶稣佫讲：咬喙焦听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支持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。就是照伫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受，也捌传福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暝，有提饼祝谢来拜伊，讲：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捧杯，讲：即个杯就是新约。伫我的血设立的，既然恁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，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买迄暝，有提饼祝谢，所以咱。伫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，大声来感谢上帝。咱做伙额头来祈祷，充满慈悲疼痛，甲大权能的主上帝。今仔阮照着你的命令，摆设即个宴席。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，愿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，也找你的圣神来圣别摆设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通接受这一切，对神。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佮因为有助你稳定的帮衬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会当伫你的稳定的中间，阮得到成长，佮通伫阮所做所讲的逐项代志的中间，阮通延光你的性命。愿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：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请长老来旁边。这是主耶稣的身躯，这是主耶稣的身躯，伫咱长老教会的传统，咱只要有领受洗礼，无论是伫什么教派，
咱领受的饼甲葡萄汁，是咱的信心来领受。这个圣餐毋是长老教会的圣餐，这个圣餐是属于所有基督教会的圣餐。所以你若是伫外教派来领受洗礼，就通领受圣餐。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做伙来领受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洗入的，既若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请长老来捧杯。这个杯是新约，耶稣基督的血洗入的，这个杯是新约，耶稣基督的血洗入的。咱在座有还未领受洗礼，但是咱爱知影，亲像圣经信息分享的讲道，是听到上帝的话。咱领受圣餐的上时，咱是用看，也看到上帝的话，就是伫伊的身躯甲保护所显现伊对咱的疼痛。伊的救赎，甲伊无限的荣光。这个杯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的血洗入的，既若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做伙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做伙伫地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愿满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主上帝，因为你无限的疼痛，互阮有份通领受你的圣餐，通互阮的灵魂得到培养，佫会当互阮会当明白，你是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透过领受这个饼甲葡萄汁，互阮知影，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。阮就是领受祝福的信徒，也是上帝你永远的国的一份子。阮的主上帝，阮用谦卑的心来恳求你，就是当阮搁一遍
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搁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持续即个圣洁的交通。对答了后，拢通伫阮所做的一切代志的中间，阮是独独归荣光互你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点咱三个来应到上帝的话，圣诗568首，圣诗568首。我有保护者伫身边，我有保护者伫身边，虽然袂看见永无离，用听拯救人来赎回全能的天父，主上帝一肯，我就得大恩惠，恩典咧降落那落水。拯救的声响在包围，保守主所听证行类，咱三个起立来吟。请者下面奉献，咱们请余养执事甲秋妹执事来述献。
唱完的曲。下面我来报告，请咱先开周报。报告事项第一项，今仔日礼拜了，今仔日礼拜中举行圣餐，那礼拜了后，咱要举行小会甲中级会。第二项，下主日9月7日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，纪元安牧师要代表新竹圣经学院来本会请安报告。第三，教会9月份的操会班要伫9月14拜六上午10点伫礼拜堂上课。那请已经报名的姊妹来准时出席哈。这是咱本礼拜5下午7点半拢是教会的查经祈祷会，6月份起主题经文是拢是约翰1、2、3书哈。那请兄弟姊妹来踊跃参与。第五，需要探访，也是要愿意开放家庭礼拜兄弟姊妹，那请甲牧师也是教会中心来讲吼，咱来安排。主日礼拜资料咱家己看。过来主会活动的部分，主日礼拜上午10点圣歌队练唱是主日上午8点45，那拜三泡茶分享是下晡2点半。拜五有查经祈祷会，下午7点半。操会班咱是逐个月一届吼。查经即礼拜章节吼，要查的是约翰1书5章13、19、21节。圣讲事项的部分，今仔日交代是邦师兄甲春英节，操会是秋梅执事，清扫是名义长老。后礼拜讲道纪元牧师。司会是余阳执事，司琴是牧师娘，领唱是余阳兄，司献是我本人甲玉姐执事，交代是素琴姐甲bình荣兄，插花是张老师，清扫是夏波姐。过来，咱来看正手边本周金句的部分，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一摆，咱甲大家做伙来念。独独耶和华座位到永远，伊已经为审判安置伊的宝座。请。独独耶和华座位到永远，伊已经为审判安置伊的宝座。独独耶和华座位到永远，伊已经为审判安置伊的宝座。唯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他已经为审判摆设他的座。先将节，咱用这个来甲大家互相请安问好。下面咱三个来上演391首。上演391首，俄罗天顶主宰，创造天地甲海，保护万民，人人离普天的同心俄罗上帝，俄罗什么上白囝圣神，咱做伙起立来吟，唱煞了后，咱请牧师祝祷。主宰，创造天地甲海。万民，人人地
愿平安的上帝，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火，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，咱的主耶稣搁起来，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，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，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，愿荣光归伫伊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